一掛過了二掛難來啦。兩倍照係閃㗎。但係你人人睇見溫明嘅苦，咁咪得啦。反欠喎，你做工反欠喎。領落啊！啊，領落啊！領落啊！細運怎運？鬼膽工做個反義啫。反義啊！鬼膽分人，而家點十年嚟個做呢個寶吉仔先人人咯，個呢就輝光，個邊者輝光，12名師輝光到底啊！得個嚇？得咁解冇得咁後呢？咁樣呢，我哋希望你個大王公公盤阿銀盤火，你呢就當陣幫你查陰報陽，喺個經姑情開金後啊！你想幫佢成日叫開金後喂？啊，你讓開金後，依家你係你係太王嘅雞。有咩嘅做抗呢？你講嗰啲講嘢啦。講嘢我哋做到幾多？抗呢嗰啲都冇有咩做抗啊？老妹，啱佢哋冇打鼓啊？啱佢哋冇打鼓啊？啱佢冇打，啱佢冇打。古道呢到今日打氣到120日，喺後邊呢樣人120號，20日開後，120日古公喺後邊，喺咁後邊呢個邊這先古落，西灣中湖後呢個西灣中交南就嚇，日中呢都神力了啦，冇有乜嘢啊？打杯三教啊！唔準止喎，邊個太陰太陽啊？啊，聖教，聖杯保佑啊！三杯三教啊！啊，飲杯啊，飲杯給我，陽教啊，陽教啊，哎呀，對啊，陽教啊，啊，多謝呢個盤火，你啊，熟啊，你聽冇咩？你冇啊，我哋講下，你講下就可以左右咯，各樣呢一。就得啦嚇，可以啊！今日開120日咧做主公喺後邊先嘅啊！喂，你啊，3米啊，係啊，你冇咁耐你講邊啊？中官啊，齊到日中滾落陰陽師傅日中齊到揾自家先落嚇，係有咩神明喎？啊，小問啊嗬，點解我問小問啊？喜明年落啊，點解有時7國咧翻回來冇咁神奇嘅？有咩事啊先？咩定星喎？喜明二郎，嘅師名叫做喜光明，嘅師傅名叫喜明二郎。七外啦，七國唔係翻回咪咁神奇嘅，出一次越南，出一次中國。都係有到時啊！啊！人在呢個日中都係7到半日，7到日約冇咩7日冇好啊？可以啊，7到日5日約冇咩好，空到日中10